不可貪心。我以前係一個非常之貪心嘅罪人，5歲就已經偷人哋嘅一粒鐵珠，因為貪嗰粒鐵珠得意靚。亦都喺大個之後有賭13張啦、21點啦、鋤大 D 啦、去澳門啦，甚至再多少少充裕嘅錢嘅時候炒股票啦、炒牛熊證、option、期指、小期、芝加哥大宗商品交易期貨，呢啲都係喺神面前嘅重罪，因為我同時犯咗第1屆、第2屆、8屆同埋第10屆，就係唔可以有第二個神啦，唔可以拜偶像啦，唔可以偷竊啦，唔可以貪婪啦。所以貪心使到我越嚟越遠離神，但係喺得救之後，2014年之後，我已經完全冇做呢啲嘢啦，冇賭錢，冇炒股票。願主耶穌繼續保護我，幫助我用佢嘅靈保護我，唔好貪婪。依家每日我都會背以下嘅經文與弟兄分享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了。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什麼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該知足。但那想要發財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裏，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。貪財是萬惡之根，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願主繼續一路保護我呢個罪人，千祈唔好再貪婪，唔好犯第1屆、第2屆、第8屆同第10屆。願主耶穌嘅靈與我同在，憐憫我，加我力量，攙扶我，用佢嘅聖液保護我，使我可以做返一個單單愛主唔好愛財利嘅人。奉主耶穌名祈求，阿門。